都好歡迎各位觀眾收睇今晚《包青天風雲再起》今晚夜嘅其實《包青天》呢一套劇集咧，最近喺台灣播出嘅時候咧，就風魔咗好多嘅電視迷啊！咁所以咧，我哋無線電視咧就選播呢一套劇集咧，喺下個星期一開始咧，香港嘅觀眾亦都可以睇得到。而今晚咧，我哋亦都着晒古裝嚟迎合下呢個氣氛嘅。配合翻嘛嗬，咁咧今日咧我哋又好高興啦，咁啊請到《包青天》呢套劇集嘅主要演員咧上嚟同大家見面嘅喎。大家好，歡迎你哋。好啦，同大家介紹下呢一套劇嘅主要嘅演員啊。咁啊，主要嘅咧就包括咗有飾演包青天嘅金超群先生，扮演展超嘅何家勁、秦香蓮、劉雪華同埋陳世美嘅楊懷民嘅。係啦，咁喺我身邊咧就係飾演公孫策嘅范鴻軒，飾演張龍嘅楊雄，飾演趙虎嘅邵長生，飾演王朝嘅高念國，同埋飾演馬漢嘅劉月迪嘅。好，歡迎晒咁多位嘅咁多位嘅包青天嘅演員啦嚇，一齊嚟到呢一度，不如我哋同我哋傾翻幾句啊！好啦，咁啊楊懷民先生啊，嗱香港同埋台灣咧兩地似乎近年嚟都比較少一啲正氣凜然嘅劇集嘅，咁點解今次會開拍包青天嘅咧？我想在這個科學文明高度發展的工業社會裡面呢，人們的感情常常受到壓抑或者是無法宣泄，所以我們請出一位古人叫包青天，請他替我們說出我們想說的話，替我們做我們想做的事情。人們在生活裡有不平或不滿的話，能夠經過這個戲得到宣泄。咁啊，楊生提到咧，就喺工業社會入邊咧，好多人嘅感情被壓抑住啊。咁啊，有包青天呢個人物出現咧，同大家講出心底入邊嘅説話咧，咁啊可以俾大家宣泄下。所以有感情嘅人咧，一定中意睇包青天㗎。即係我哋都會好中意睇嘅。我哋都應該會㗎。